建議你定期檢查同更新你嘅 Yahoo 密碼提示問題同答案。首先，請你登入 Yahoo 賬戶，按一下你嘅用戶名稱，就可以存取你嘅賬戶資料。基於安全理由，Yahoo 會要求你再次確認你嘅密碼。按一下更新密碼重設資料連結。喺密碼提示問題入面，你可以睇到目前使用嘅密碼提示問題，而為咗保護你嘅賬戶安全，我哋唔會顯示呢一啲問題嘅答案。按一下改變問題及答案連結。如果要使用其他密碼提示問題，請從密碼提示問題選單入面選擇一個新嘅選項，然後為你所選嘅問題輸入合適嘅答案。你嘅答案必須易於記住，但其他人難以猜中。如果將來有必要回答密碼提示問題嘅時候，你輸入嘅答案必須同你而家輸入嘅答案完全相同。所以冇錯別字嘅真實答案通常係最好嘅選擇。然後從密碼提示問題2嘅選單入面選擇一個新嘅問題。如果清單入面並冇你想要嘅問題，你可以選擇填寫你自己的密碼提示問題呢一個選項，然後輸入你嘅問題。你嘅自定密碼提示問題長度必須介乎於2至50個字元之間。問題當中只能夠包括字元同埋數字，而且問題中間不能夠含有任何答案。輸入合適嘅答案。第二個問題嘅答案唔能夠同第一個問題答案一樣。按一下儲存。如果你嘅賬戶尚未新增備用電郵地址同埋手提電話號碼，我哋建議你而家可以花少少時間進行設定。如果將來你嘅賬戶使用上遇到問題，Yahoo 就可以透過呢一啲嘅額外資料嚟協助你登入你嘅賬戶。資料更新完成之後，按一下完成。定期更新你嘅密碼提示問題同埋其他資料，係確保你嘅 Yahoo 賬戶安全嘅好方法。